好了吗？好像又不行了哎。嗯，我这是有。陪我占个痛快，好。OK，我看看延迟有多少。现在能听见打一。我感觉延迟好多，好重啊，很深的延迟，但是无所谓了，我们继续讲我们的就好了，应该是 OK。延迟大概有快1分钟啊，我感觉。还是有不少人在听啊。嗯，那肯定的。但是我是不是切成24又不动了？你看一下你那边到多少步了？嗯，12步了。啊，H3走完，那库在响是吧嗯，？OK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好像就是他们没走齐。哼他们说妹子太好看了，不舍得睡觉。我感觉周一晚上已经吃了3个橘子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纳库这个样子，好像很痛苦啊。他为什么很痛苦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，吉里选择了，嗯，选择了一个，怎么讲呢？很稳健的下法。吉里现在少1分啊，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一个开局呢？但好像确实也把纳库给难住了，好像是吧？嗯，嗯，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意大利的一个变化吧。然后纳卡姆拉在这里想了很久之后，选择了象1-6，白方估计会走向C2退回来或者第4棋，对吧？嗯，有人觉得模糊了，我不知那库道，就天天被准备了。但是无所谓啊。人家下的好啊，你说不是？嗯，象1-6走完，吉里也在思考，这个棋这么困难吗？这个棋白方向C2退呗，第4准备上往上冲啊。嗯我看卡尔森已经回来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卡尔森的话会不会在下一盘棋采用什么新的开局。上一盘棋其实我觉得开局是成功的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这一盘我们仔细学习一下，在卡尔森或者说在世界冠军领先了之后，还有最后一轮的时候，他会选择什么样一个棋，是吧？我看看啊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。卡尔森那一边，这边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吉利也进入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思考，然后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头，是吧？我想知道你们觉得模糊吗？我觉得不模糊啊，感觉上。我还看有人评论说，觉得现在模糊了，模糊吗？
在想什么？他可能在想象1-6吃了，然后车吃或者兵吃之后，然后第4抬起来，这样的话应该也是白的好啊，我觉得。然后或者说这个时候走向1-2的话，然后准备第4棋。嗯。OK， 我们看实战，实战还没有走棋。好吧，前面一段有点模糊，他们说。这边也还没开始哦。没有开始，所以说今天我觉得会直播的很晚，因为昨天的话，到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就已经快结束了。吉利选择了象 A4啊。象 A4，黑方 C6，白方 D4，退象。这个棋的重点在哪里？我 get 不到，因为我自己不下这个棋，所以说没有很多理解。象 A4一打，这个棋就比较尴尬了呀。这两个人经过了一个，我觉得在一个无聊局面当中开始长跑，这让我说点什么？大家有问题问吧，给你们10几分钟的时间，没问题。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感觉这个棋我没有办法去给你们讲解了，因为这个棋我看不懂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，我抓不到重点就会感觉到很烦躁，你知道吧？哟，飞罗甲也来了，我估计卡尔森这边开始了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会发现，看卡尔森的棋的话，就感觉上整体是比较流畅的那种，是吧？理论上。但是看其他人的款，就或多或少会有点这种卡住的这种感觉。OK， 然后他们选择了 C6， 然后D4上 B6之后，象 C2，象C7。我觉得这个棋很均等啊。我没看懂基地想了这么久他在想什么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转身去看看卡尔森得了。卡尔森还是比这盘棋要好看得多，我觉得。有吼，你看，来柏林了哟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是吧？选择了E4 E5，但是我感觉他们已经要卡了。我的网感觉在这个过了12点之后，就跟崩了的一样，卡崩了。吉里这个象第2是什么东西啊？吉里啊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正常呀，有象第2，他觉得象放E3不好啊，他把象放到第2，然后以后可能某些时候会有后C1什么象 H6飞的可能性。哦。当然这个局面我觉得象E3说不定应该也可以吧，但是象E2也有人，象第2也有人下。我知道
大家可能会有点卡，因为我现在我能看到我的网络就一般，是吧？所以说大家听声就行了，反正这个画面模糊，其实我觉得不重要。我们还是看卡尔森吧。E4 E5马 F3马 C6，向 B5马 F6，卡尔森选择了柏林，然后紧接着D3向 C5马 C3，然后D6向 G5，黑方会走什么 ？H6吗？卡尔森是不是切换了一个镜头啊？他那边是个什么？是个钢琴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卡尔森的那个镜头那边是什么。卡尔森在这里走的 H6合理啊，然后接着向 F6吃掉，后 F6吃过来，把 D5顶进去，后 D8撤，然后紧接着比如说 C3补起来，这是一个常规操作啊，我觉得。卡尔森上局赢了吗？卡尔森上一盘赢了呀。果然，他们走到了马 D5这个局面，然后卡尔森这个时候也没什么想的，肯定只有后 D8退啊，对啊。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走 C3呢，还是要走短移位啊？我觉得就这两步棋吧，感觉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招法了。C3，哎，走的什么 B4啊，向 B6，咦，这 A4可是不可以冲了？B4好棋啊，没这思路。什么东西？他直接冲的 B4吗？对他 B4向 B6撤了呀，然后这个时候哦，是不是就可以啊？白方 C3再补起来。对，刚才有棋迷提醒我说，卡尔森现在的白棋保成全胜啊。是的呀，这就是顶级棋手，对吧？给一个白棋就会有一点优势。但其实我觉得卡尔森的黑棋没什么问题，就是他自己闲的没事干，经常下错了。开局不是问题啊。我们在最后一盘棋当中，其实都看到了这个领先的棋手都选择了最稳妥的这个E4 E5，是吧？哎呀，你那个凳子呀，哎呀，就是我稍微一动，他就开始。好吧。上 B6之后，C3补住之后，卡尔森在思考。卡尔森估计应该也会担心下一步 A4吧，感觉上，因为 A4这么走 A5，准备把象抓死，黑方可能就只有 A6或者走 A5了。那么马 B6这么吃过去，这个兵形就烂了。但其实我不太懂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补一步 C3？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直接走 A4呢？那如果 A5的话，我就吃掉之后再补 C3呗，感觉上也来得及啊。但是可能费罗贾在这里走了 C3，直接走的。他们说是不是小姐姐太胖了？怎么回事？哪里胖是吧？好了，我们来看这盘棋吧。A4之后啊，在这里向D2，然后后1七 A4 居D8，向D3后 F8 后C2，马 F4向 F1 马 G6。纳卡姆拉就摆成一个让基底赶紧想，对吧？我看到刚才之前有棋迷留言就说，可能是纳卡姆拉常见的快棋策略，就是运用你的时间去思考，让你花时间思考，然后他用你的时间呢，可以去赢得更多的时间。其实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，但是他能下这么快也是一种能力啊，对不对？选择了 C4合理啊。白方经过思考之后，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必须要去王起抬，是吧？不抬这个棋是没法赢的，他只有抬了之后，这个棋才会有机会。那么纳卡姆拉下的极其的无耻，是吧？C5顶起来，你又不好意思吃，这肯定只有D5下压了。D5下压之后向D7，然后纳卡姆拉在短时间之内，然后又给基里出了一道难题，就是让基里去做选择，要不要去把这个局面封住。封住之后呢，后面该怎么样继续进攻，对吧？那所以说纳卡姆拉我们可以看到，至少我觉得他这个策略非常非常的好。
就是说，你说吉里在 C4的时候晕山，对吧？他肯定得去想 ED 吃的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嗯然后纳卡姆拉几乎秒走 C5啊，C5走完之后，基底又在想纳卡姆拉就可以用这个时间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局面肯定会走，我觉得肯定会走 DC 的啊，我肯定会走D5的，不会走 DC 的。那么 嗯，D5果然 肯定。D5下压之后，纳卡姆拉在这里选择向D7撤退，然后紧接着这个局面就很清楚了，对吧？白方只有想办法在往一进攻，因为后羿已经封得死死的了。那么对于黑棋来讲的话，这一坨子儿其实并不是很好去那个去调整。那么基底这步后 C，我觉得现在下的也很好，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阻止黑方马 F4进来，然后保持一定的控制。那么纳卡姆拉我觉得可能会很快这个局面下的，是不是可能可以在这里去选择走什么 GC8啊、GA8啊这种招法，然后向 D8慢慢把子弟从再倒过来，争取把王放到 A7这样一个位置就 OK 了，对吧？这是终极思想。